来关心南投有一个50多岁的查甫人，唔知影昨昏是因为讲伊不满政府的政策，昨在10点外走去所谓发展部延平南路办公室外口向大门开3枪，加在是无人受伤，无人安怎。嫌犯讲伊的枪是对网络买来的，目前警方正在追查疑犯案的动机，嘛在调查敢有共犯。 穿起白衫穿插的查甫人点点啊徛伫大厅，看到有查某人行入来，佮下手叫人离开。等后一步，这查甫人忽然间甲灯枪举起来，拿枪起来了。对准大门开始射，一个就看到火焰，砰一声，玻璃已经碎甲规涂骹。代志发生伫个28早起10点外，查甫人是一个小摆型，也穿着弄入来所谓发展部，伫1楼大厅大细声，佮上阵监视器看板含大厅连续开3枪，但是犯了伊嘛无拍算逃走，老身在甲头毛咧，互警方逮捕。 早落伫犯进前，伊就伫面册预告讲，家己毋是死就是乖，敢若行动早就有预苗。规篇大文拢伫批评执政党的政策。即摆经数位部动手，伊嘛向警方强称讲，是不满数位部乌白开钱。犯罪动机还有使用的枪支来源我们分局将进一步的进行侦查，是不是具有特殊的政治背景或者不满唐部长的任何的施政范围的作为的部分，那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调查。这个涉案50几岁姓张的查甫人，过去受经考捌济间，出国了后是咧做旅游业，伫南投经营民宿。伊讲是中国游客无法度来台湾，互伊的生活变甲真困难，因为外北民反，伊才会塞车来北部开枪。 大声高喊他是反政府人士，然后他本来想要上到2楼的办公室，但因为我们的警卫同仁有立刻通报，各楼的门是把它关起来。犯罪工具踩到几刀啊？警方对伊的身躯顶找到散弹枪1支，含改造手枪1支，枪支是超过20粒。作案的枪支是对倒来的，虽然伊讲是真侪年前伫网络看到广告买的，但是警方是无啥相信会继续去追查，嘛会厘清讲敢有共犯。若要专案是照枪炮含恐吓公众才罪嫌以上。记者综合报道。